4月26日星期六有識之士，一個生日快樂。4月26號發生嘅事係啟德 Airside Coldplay Moon Music Pop Up at Airside 為樂迷帶嚟咗 Coldplay 透過呢個 Moon Music 傳遞嘅希望與情感連結。呢一間期間限定店唔只有呢個周邊商品賣啦，即係啲周邊商品嘅梳化站，更加有呢個以專輯嘅獨特意象打造出嚟嘅沉浸式體驗空間。有今次呢個 Moon Music 就以月亮啦、天空、彩虹元素等等作為靈感，帶嚟咗呢個一系列精心設計嘅呢個巡演故事。然後呢啲故事又全部都好環保。用呢個環保物料整，就 pop up 限定款 T 恤啲錢呢，又會捐去俾呢個心靈雞湯基金會，俾呢啲有需要嘅社群。唔知前排 Coldplay 嚟香港嘅時候，你有冇去睇呢？4月26日今日好咗，係咪顏色係橡木色？應該算係淺啡色啩，根據俾 Google。呢最近有嘅淺啡色嘢呢，係呢個冬瓜茶。以前第一次飲冬瓜茶嘅時候呢，因為冬瓜茶冇得叫無糖啊嘛，之後呢，俾飲完一次覺得勁甜，就冇再叫過。但係呢，最近突然間唔知啊，最近突然間有叫嘅心，之後又重叫咗一次，然後發現雖然呢，即係佢都係甜過其他手搖叫無糖，但係意外地接受到。係因為叫埋嗰種甜又唔係好卡喉嚨咁樣，因為意外地接受到，而家就間唔中都會再飲下咁樣。今年想對 Hiko 講嘅嘢係，你做現充做成點啊？我哋已經成年冇傾過偈啦。根據俾印象，上年生日已經好似講話冇點傾偈，今年成年都冇。不過冇事啦，你做現充做得開心就 OK 啦，或者係你返工返得開心就 OK 啦。不過呢，今年俾到對你仲有一個印象，即係講下撇除呢啲之外，喺直播上有個印象就係、好似呢投稿台或者會函會多啲見到你，因為呢感覺上通常。例如呢，會行心事台咁樣，你會好有印象呢。你有覆嗰啲某一啲投稿，或者有啲投稿台你就會投下自己嘢咁。呢方面有多啲印象，係咯，就多就其他就嚟演充咯，有錢咯，返工咯。係啦，希望你今年都過得開心啦。比應該係最後一個同你講生日噶啦，因為哎呀，比今日全日都喺度煩緊嗰個 PayPal 賬號問題，因為嘢啊咁樣先咯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咗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拜拜。